照母亲节，台中有市议员甲善心人士买这个鸡卵糕，分送予台里大新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时代。这96岁老阿嬷收到鸡卵糕，真欢喜。将鸡卵糕送予现场的老大人，母亲节要到啊！市议员结合地方的善心人士，做伙买鸡卵糕，提早祝福地方的时代母亲节快乐。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因为想说母亲节快到了，所以提前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台里大新社区发展协会今年改送鸡卵糕，予关怀点的老大人早登去食。有96岁老阿嬷嘛到现场，感觉真欢喜。足欢喜哦，感觉欢喜，足快乐的。啊，阮安尼大家做伙拿朋友拿姊妹啊咧吼。大新社区发展协会嘛提醒这老大人要注意身体状况，保持好的心情，注意防疫，上好去注意风险，安尼较安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